继续来看在野党日前提案弹劾到总统赖清德，总统伫个元旦谈话来回击，讲在野党明明知影并无2分之2的多数，也是提案来弹劾，这是咧浪费时间。国民党反呛，讲大罢免这是全世界民主的见效台。针对着7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今仔日伫个拿白人数的优势之下，也是无法度交付委员会来审查。赞成者少数，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。在拿白人数优势之下，表决技术拟定草案宣告突围失败。那伫咧元旦迄天暗时下，民进党立委陈培如伫咧暗时下赶到议场上案，想要抢占先机。不过如今一条2500万的国防预算，有关伫咧原地打卡波。如果真的觉得说，今天必须把军购的问题说清楚、讲明白的话，报告是最基本的义务，请他赶快来这边报告并接受质询。可能这样的一个议程提案，在一开始表决的时候就被蓝白侠多数而再度封杀，但是我们就要逼迫国民党跟民众党，在新的一年，他们要拿出态度，向国人证明到底谁在捍卫中华民国。总统赖清德伫咧元旦谈话提出新年目标是朝野团结，只是今年度总预算含军购案，监管阁倒伫咧立法院也未付费审查，即当阵在野阵营提出总统弹劾案，赖清德党回来回击。你明知道你没有2/3的多数，你还要提案，浪费时间。国民党团讲，说落来拿白会强力合作，嘛阁一摆讲到罢免的代志来甲激动起。赖清德所推动的大罢免是全世界民主支持，国民党跟民众党，我们强力的结合，为人民来发声。民进党团一向乐见能够朝野对话，而且是民生优先。但是既然民生优先，是不是也期待在野党真的能够优先审查预算？朝野相对敌的局势，和技术继续无进展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